大家有冇諗過，究竟返工呢兩個字係邊個發明出嚟？每日朝早醒嗰一刻，望住個天花板，你個腦有冇閃過一秒？點解我今日又要返工？人類出世唔通就係為咗幫老細供樓，為咗每日困喺個寫字樓10幾個鐘，好似機械人咁跟足程序做無意義記事？如果我話你知，其實人類歷史上有超過99%嘅時間係完全唔需要返工嘅，你信唔信？有人類學家曾經指出，人類社會有40%嘅工作其實都係毫無意義，你又信唔信？今集我用5分鐘時間同大家解構呢個困住全人類返工大騙局。By the way， 呢個 channel 係記錄一個中年垃圾級公務員點樣唔甘心花身打份自己都唔知做緊咩嘅工，成為一個社會齒輪。我想逃走，反自己嘅價值。如果你都想做個有尊嚴嘅垃圾，歡迎 like 同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如果我叫一個香港人唔好返工，佢第一時間好可能會問我：唔返工邊度有錢食飯，邊度有錢供樓？我啲仔女點上興趣班？屌你養我呀！人類學家 Marshall Sahlins 做過一個好出名嘅研究，發現1萬年前嘅舊石器時代，嗰時我哋嘅祖先每日只需要花3至4個鐘去打獵同摘果實，就已經足夠填飽肚，滿足全日嘅生存所需。剩返嘅時間，佢哋用嚟瞓覺、講故仔同陪屋企人。佢哋當時嘅生活被學者稱為最初的富裕社會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講到呢度，你有冇羨慕1萬年前嘅祖先？他們的生活充滿意義，沒有貸款壓力或失業危機，每日有成20個鐘陪住屋企人一齊過。會唔會人生應該咁樣過先至啱呢？有得必有失。當時冇醫療系統，冇教育，你可能出街行個圈就俾獅子食咗，又或者啲婦女生完仔好容易會死，呢啲都係代價。到咗18世紀嘅工業革命，一切就正式崩壞。工業革命改良咗蒸汽機，工廠大規模生產，資本家發現機器可以24小時開動，但係人唔得。於是為咗令返工人好似機器咁聽話，佢哋發明咗時間管理同打卡制度。人類就由嗰一刻開始被夾硬塞入一個叫返工嘅鐵籠入面，每日朝9晚5出賣自己嘅時間去換取貨幣。好啦，去到21世紀嘅今日，高科技 AI 出現，理論上生產力高咗，我哋應該收工收得早咗，返少咗工。比著200年前嘅人類，佢哋可能會以為我哋日日唔使做，俾機械人服侍。但現實係點？香港人平均每週工時高達50.1小時，長年高居全球冠亞軍。最慘嘅係我哋返工做緊嘅嘢，好多時連自己都說服唔到自己。點解會咁？因為準時打卡將人困喺固定空間，用勞動換取溫飽，從來都唔係為咗效益，而係一種最頂層嘅社會控制。當你每日嘅精力被呢個鐵籠徹底榨乾，你放工就只想報復性消費、追劇、瞓覺，你根本冇時間、冇力氣去思考呢個體制係咪有問題，我有冇可能跳出呢個框框？我想呼籲大家，依家就係呢一刻，即刻停低你手上所有嘅工作，停一停，思考一下，究竟你係咪真係需要返工？你係咪真係需要咁多嘅錢，累積咁多嘅財富？如果聽日你同我突然間喺呢個世界上消失，公司只需要幾日時間就可以拖到另一個人取代你。你辛苦建立嘅工作成就，喺體制眼裏不過係一粒隨時可以更換嘅螺絲。咁如果返工唔係人生嘅意義，咁人生嘅意義究竟係咩？哲學家法蘭克 Viktor Frankl 曾經講過，人類最深層嘅渴望係尋找生命的意義。但現代社會最殘忍嘅地方就係用人工、職位、按揭呢啲工具，將你嘅時間全部買走，令你忙到根本冇時間去諗自己係誰。你依家可能會諗，我一定要瘋狂 OT 做好呢個 project， 做好咗呢個 project 先有機會升職，升咗職先有機會每個月賺多5000蚊，有咗呢5000蚊，我先可以俾我個仔跟個更出名嘅老師學彈琴，學咗彈琴佢先至有機會考到間好嘅中學，入到好中學佢先至有機會喺 DSE 考到好成績，考到好成績先至可以入到勁嘅大學，最後佢出到嚟就可以好似我咁到一份好嘅工，之後先可以賺到多嘅人工，佢先至可以有好嘅生活，然之後生個仔，然之後為咗個仔瘋狂 OT。 你聽完有冇覺得邊度唔妥？我哋行咗一個大圈，摧毀咗自己嘅人生，瘋狂加班捱到爆肝，為嘅居然係等下一代可以重複自己呢個返工嘅詛咒。呢個根本就係一個死循環。聽到呢度，你可能已經忍唔住拍台點我戇鳩，唔返工係咪你養我啊？唔係，老實講，我連今晚餐飯都冇錢食。唔返工唔代表唔工作，打工仔混淆咗呢兩樣嘢，先會俾公司綁架咗人生。我始終認為人類生存係要為社會提供價值，從而換取財富。
我挑戰大家問一個問題，係咪一定要係一間公司嘅環境底下，你先至可以創造到價值？體制最厲害嘅地方係將你訓練到，除咗做呢個位，去到出面乜都唔識做，令你唔敢走。話說我早排參加康文署嘅興趣班，識咗一個新移民嘅中年女人。佢同我講，佢而家攞緊綜援住公屋，每星期只係去譚仔返2-3日工，其餘時間就不停喺度嘢玩，一係就返大陸玩。佢呢排先啱啱發現，原來康文署有咁多平嘅活動，俾幾十蚊就可以玩足一日。佢同我講呢啲嘢嘅時候，雙眼係發光嘅，佢覺得香港好正，生活好正。我望住佢講到咁興奮，對人生充滿希望嘅眼神，我心諗呢個女人一定唔係真正嘅香港人，因為香港人邊可能會咁熱愛生活？真正嘅香港人，一個自以為高學歷、高智慧嘅物種，以為自己識得計劃人生，自以為做每個決定都好撚精明嘅人種，一早已經被反攻呢個詛咒炸乾咗。呢個對比係咪諷刺到極點？一個一星期返3日 part time 嘅人，究竟會點？阿姐話俾你聽，佢活得比你更有尊嚴，更有時間感受生活。當年話佢嘅訴求就係返工寄嗰個泥山田，大家自此之後用佢嚟笑香港人中意返工。其實大家心知肚明，香港人並唔係中意返工，而係內心空虛到除咗返工之外，諗唔到仲可以做啲乜。香港人可悲到要用返工來支撐自己生命嘅價值同埋意義。如果大家有興趣，係之後嘅集數，我可以同大家探討下，究竟呢種一個星期返2-3日，吃窮記低慾望、躺平生活喺香港究竟可唔可行呢？究竟可以玩幾耐先餓死？有興趣可以留言話俾我聽。